全民投票，罷免呢個首相。中國人有一個最偉大嘅政治家叫孫中山，當年搞革命嘅時候提出呢個民權主義，即係民主政治，因為即係民主政治，即係對孫中山嚟講，佢吸收西方嘅嗰種民主政治制度，跟住佢認為要配合中國國情，跟住佢發明咗一個民權主義出嚟。嗱，民主政治佢嘅內涵可以唔一樣，形式可以唔一樣，係嘛？你可以因應個國情，但係佢本質係一樣嘅人民當家作主。當孫中山搞革命嘅時候，係將佢所謂民權主義，到革命成功嘅時候，佢喺呢個廣州師範大學演講呢個民權主義嘅時候，即係問佢咩叫民權主義？民權主義就是中國4萬人做皇帝，好簡單答你。當時中國有4億人口，民權主義就係4萬中國人做皇帝，民生主義就係大家發財主義。當孫中山搞革命嘅時候，佢係由民族革命開始，要推翻暴政，結束呢個異族嘅統治。但係你係民族革命唔夠嘅，因為喺滿清政府統治底下，佢係一個封建專制嘅統治，一定要結束中國2000幾年封建帝王統治，走向國國。所以佢又係一個民權嘅革命，即係民主革命。中國當時喺滿清統治底下，淪為次殖民地，八國聯軍，外國係咁喺中國瓜分呢個土地，